香港凌霄劇團將於4月中主辦新編中短篇劇《玉恨傳》及《聊齋》系列，連成2個劇目，假高山劇場院共3日3場的創新粵劇演出，門票已於城市票網公開發售。小玉恨傳及連成2部劇由謝曉編劇及演出，小玉恨傳更是他第一次參與導演作。儘管近期謝曉仍忙於排練，但仍抽空在新光院關燈後第2天去現場懷緬他和他先生高潤的證婚大典是在新光戲院內舉行的，所以的確般滋味在心頭。他憶述當時心情毫無疑問是傷的，但傷感後仍要向前行去繼續創作和演出。謝仍說小玉恨傳為 N 次創作，故事原型為唐朝傳奇小玉傳，明朝湯顯祖指釵記為2次創作，唐滌生釵記算是3次創作。全國各地劇種也曾從不同角度編寫，但一般以湯顯祖指釵記的內容和人為依歸。近代唐滌生版本指釵記改編為才子佳。此外不宜最為感動觀眾，香港凌霄劇團的眾說系列首次以嶄新角度切入利益的人設，保留原小玉傳的父心，霍小玉母親的背景則為霍王氏。霍王死，被拘併淪為賤籍。此劇的重點在於轉盼化小玉的執念和詛咒。坊間正鮮小劇本把這部關注或傳譯，我們帶着現代人的同理心去體驗代人的處境，並把這份執念解開，將這家傳戶曉傳千載的故事人物，用現代人的眼光重新解讀流傳千古的故事，也間接為現代人壓力繁重的貸借藝術產生心理共鳴，或可作為另類的心靈放和心理治療。小玉恨傳由粵劇發展基金資助，德文謝曉瑩、廖國森、吳立希、吳國華、梁子基擔綱，出於4月12日及13日晚上7時30分公。至於連成根據《聊齋》故事改編，書生喬遠山不但良將意，其才華更讓使連成驚嘆不已，芳心暗許贈與銀兩，作他讀書之資。喬生感動不已，亦對連一往情深，更不惜為病重之連成割下心頭肉作引，怎奈史家嫌喬生家貧，執意將連成許配他人，得二人先後傷心抑鬱而亡。沒料到陰司判官的世竟是喬生好友顧生，顧生為報恩，翻閱姻緣簿，二人乃宿世姻緣，便讓喬生和連成一起還陽回。喬生與連成先回喬生家，連成恐二人之事不成，以鬼身報答。喬生大喜，卻怕有違禮教，最後二人堂成親鬼合。連成對人鬼、愛情、友情、社會階級均深刻描述。此劇之前公演時，改編創意新穎，備受評。今番再遇歸來，深受關注。連成由梁兆明、謝曉、廖國森、吳立希、吳國華、梁子基擔綱演出，於4月4日晚上7時30分公演。